后见和尚公。和公入狱。凡人来到天河，难道是要偷渡吗？杨生不敢。我乃随恩师奉旨游天著书，今日到此的，正君者恩。师说法，怎敢偷渡？和公，原来你无偷渡之意，其实也不怕你偷渡，以你脚底渡尽。于涉三清河水，马上沉了下去，化为乌有，你有渡你之意，不知你觉如何？杨生，谢谢。求之不得，请和尚公自拔渡我。和公，好吧。一时汉文帝刘恒赋179修的赋156时，其公简人教，公修玄妙，四月其读道德经，此不得其解，吾乃化身下凡，结名于何？上自称和尚公，有意度文帝传以大道，文帝闻之，便派于使者前来请示道德经疑难处，如曰道尊得罪，非可遣人问也。使者回后，将实情禀奏文帝，文帝即亲来慰问，如却闭目端坐。日若无睹，文帝心生不悦，心中默念曰：子虽有道，但未正之臣也，为何如此高傲？吾已知其意，一跃而起，出了小明腾空上升，明得100丈之高。下而曰：今吾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的，岂为臣民乎？身如洪钟，震动天地。文帝听后，甚为悔悟，稽首谢罪。后来吾感其真诚，遂在下凡化地之母，复无劝世间之人，求道者须虚心受教，否则不能遇见真人。今日阳善生既来，吾自然化度之。你摸摸自己之脚底，还有否尘埃？杨生惭愧，还有。和公，那以后再来，这三清河水不能让你洗脚，还是到黄河洗吧。杨生，到黄河不是正洗不清吗？和公，不到黄河清不死，一至黄河死又生。一佛，前提，我教你一法，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，不是更妙吗？和公，油尽轻浮，溜之即过，真是妙法，不过要擦得光亮，不要擦那污油，否则恐怕你洗不净，还会烂掉呢。入之。杨生，加油前进就是。一佛，请和尚公说说此天河水之妙用吧。和公，好的。三清河水之妙用，世人无人知之，故自原始一气化。三清，此河就是源明出世之水精义也。精血如水，是人之真意。由父精母血相交而怀孕，父即木工，母则金母，遇火则火精。精血则水精，黄老为佛，相交异化，不能生人。然天河之水降落凡尘，下注昆仑，中流黄河，小注4大部洲，故土中能够生水，此即黄老造化也。水晶之成型，如蝌蚪，乃是阳性，但水中之阴性，不能多变成外。人类生化亦同此理，
人秉阴阳之，系交感而生，三道成男，昏道成女。故曲简化节，蝌蚪成蛙种，只能成菜成树。万物之化身，不离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，故言五老有生人，生万物之功。如不弃之，可用科学仪器化验观察，自是无言非虚。所与世人修道，须先脱去五行之气，宜脱去种子之芽，则万物不生。复业可以回复无极虚空。此芽若不脱去，又成轮回种子，生生灭灭，如子之成菜，菜又结；子又生菜，一而化二，二而化三，三而化四，四而化五，一。本而散万殊，人之意念萌芽，于是轮回种子。故云欲起则生死序，念生则轮回生。种子可种于中国，也可种于美国，也可种于印度、非洲、万国。但因五行之气不同，气候水土有异，生长形态也就有了差别。故今日世界有不同人种及不同的颜色。今日世人修道，须化去表面，知不同点，而寻其根本。世界万物乃是原始，上帝一粒种子撒下所化。故修道必有五方而归三清，三清而归一气，经三清之合，进入本源，而修成无极上乘道果，超出三界，跳过五行之拘束，自然能够逍遥自在。上帝创造万物之功能，奥妙如此，世人能不佩服而敬拜吗？祭佛，感谢和尚公指破天机。扬声，前面来了一位道长，容貌甚为年轻，渡河不用舟，看他顺水而来，不知可否内他请示先机。何公，他是青云道长，您可以发问。道长，扬声，请问道长，道长从何处而来？青云，我由上清宫而来，系灵宝天尊弟子，今日心血来潮，